哦，这块田地比旁边的稻田都还要高啊，适合于种那个水果，适合于种水果。夏天比较不怕被那个水淹烂掉。那你看还可以观赏那个高铁，前方那个是中山高速公路啊。你看这天，哦，大概2、3分地都有哦。灌溉用水，以前看到有盖房子，后来拆掉。以前那个主人说是桃园来的。然后你看还有专井哎，有专井啊，有专井。